争取国民党台南市中西区北区市员提名的姚振宇，14日下晡伫各界妇女精英、市员林彦竹、罗坤福以及新代政经所教授丁仁芳等人的陪同相挺，完成登记。有子新人姚振宇，中西区、北区电话民调唯一支持姚振宇。议员林彦竹甲罗坤福也以家己对着姚振宇认识，向支持者推荐姚振宇这位好人才。那呢，他这一次呢，会出来参选，因为也看到说，不能让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变成呢，在议会里面都是让民进党一党独大。他用他的专业而来踏入到台南市议会，我想这帮助不止中西区跟北区的民众，会帮助呢我们台南市整个市民未来在民生议题，然后再受到不公不义的，我想正义绝对会很大胆的来议事堂表现他的专业。我拢有信心，伊若是做议员吼，到阮甲因就拢共款的，拢是议会的战将，足敢替地方的遮的民众发声。所以伊若是当选，这是未来台南市之福啊！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吼，呼吁中西区甲北区的所有选民、所有的好朋友，你若听到电话，唯一支持姚振宇。不止公党同志相挺，登记这天，真侪认同姚振宇的社会精英姊妹以及教育界人士，也拢到场赞声。他这一次呢，想要投入选举呢，我是非常鼓励他。那我们成大政经所呢，有好几位的这个毕业生呢，都投入这次选战，但是姚振宇是唯一的国民党籍啊，所以他未来的参与这场选举呢，我相信会带给国民党一个新风气，也带给台南市的政坛呢一股新的活力。姚振宇表示，台南已经是民进党一党独大，袂当照料在野党的监督。今日陪同伊来登记的精英姊妹，全部拢毋是国民党籍，是因为信任伊，所以来相挺。伊表示，伊会当拍一场超越国民党的选战。台南已经是民进党一党独大，我觉得在野党的力量绝对不能轻忽。今天陪同我来的这10位姐妹哈，都是以前没有来过党部，而且也不是国民党员，他们都是因为我个人支持我、了解我，所以来跟我相挺。所以我认为我的选战是可以超越国民党，我是可以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。我希望我能够获得国民党的提名，然后迈向大选，然后赢得胜利，为在野党能够增添更加的战力。姚振宇重申，伊毋是想的子弟兵接班人，伊是为了改变一党独大，傲慢执政，予伊为平凡人勇敢从政。伊也清楚新人参政的辛苦，伊会加倍努力，争取选民的支持甲认同。也呼吁已经真弱势国民党，莫阁内耗，予优秀人才出头，团结拍好年底的选战，这是上上一策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